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因为阮知影，阮活伫这个世间的每一日，拢是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珍惜现在阮腰底喘气的时阵，帮助阮，互阮逐工活出上帝的荣耀甲快乐。求上帝赏赐智慧，互阮逐工活伫你的光。你的话，你的听的内底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罗马书11章25节，咱做伙来读保罗伫遮所写，咱做伙来读来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这个奥妙的真理，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。这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硬心，到外邦人归主的笑目满为止。伫新约的圣经内底，奥秘其实是奥秘啊！吼，原文是奥秘。奥秘这字有出现28解，大部分拢出现伫保罗的书信内底。伫遮是来翻译做奥妙的真理。这字其实真特别，是当时的神秘宗教用伫因的仪式内底，所以当时是神秘宗教咧使用，然后咧表达一种什么话叫做奥秘？奥秘就是话语讲袂出来，无法度形容的一种体验，就是在目。所以保罗对神秘宗教的迄个仪式内底借用这字，要来表示讲，若毋是上帝启示，无人会当知影的真理。你讲，我有一个奥秘要甲恁讲，要甲罗马的信徒讲，毋望恁毋通感觉家己真巧，因为虽然部分的以色列人心硬。总是这只是时间也未到。实际上，伫这张批的一开始，保罗就安尼讲：罗马书1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大先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是安尼讲哦。上帝福音大声是临到信的犹太人阿伯拉罕身躯顶头，然后才来到外邦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大能力，但无可能将这个福音的次序搁一遍的反转，有可能吧？对上帝来讲，拢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保罗认为，上帝的大能力一定会搁反转，福音来到外邦人了后，嘛会搁转来到犹太人身躯顶头。罗马书第11章的25节上尾迄句，应该是翻译做“听候到外邦人的丰满临到”。咱来知影，这字伫罗马书11章的12节已经出现。这字叫做补足，就是完成。所以历来其实出现真侪讨论，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保罗伫遮所讲的丰满，意思就是外邦人信主到某一个上帝有定的数量啦。第二种观点。有人阁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这是咧指福音临到所有外邦的所在。第三种观点是，阁有一种观点是认为，要紧的毋是数量，是指伫外邦宣教达到绝对性的成功。所以不管安怎，这个拢是咧讲外邦人对福音有真正面的回应。会当来激动引发以色列人来接受基督。
罗马书11章26节到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，照圣经所记载，拯救的会对释按出来，伊会除去雅各的不虔不义。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，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。保罗主要是引用以赛亚书第59章20节到21节，伊伫遮要提起一项代志。先知讲拯救的要对释按出来，就是指基督，伊要除去以色列的罪，所以保罗确信这项代志，伫上帝怜悯恩典内底，以色列要对无到丰满受接纳，亲像死来割我，定心接上上主的这条基。克兰菲德牧师强调这项代志。罗马书11章26节到27节，经文本身并无出现任何赞成建立现代以色列国的内容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是有人就使用26节到27节来支持现代以色列国来建国，总是这完全扭曲经文所要表达的代志。其实经文所要表达的代志，这个恶弊，其实是讲上帝绝对袂后悔甲人所立的约。罗马书11章2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一方面，对福音的观点来讲，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，真做上帝对敌；另外一方面，对竞选的观点来讲，因为因祖先的缘故，因真做上帝所疼的人。学者认为，伫遮所讲的福音，应该毋是指福音的信息或是内容，是咧指福音伫这个世间宣扬的过程内底。虽然，所以福音是安尼哦，福音宣扬的过程，先到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的相信的人，犹太人相信的人，慢慢减少了后，外邦这信的人来得到福音。所以这时是目前遐无信的以色列人，甲上帝变做对敌，总是这是上帝的恶弊，要互外邦人来得到好处。这时因暂时真做对敌，总是因为对列祖的应允，上帝犹原疼因。罗马书11章2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上帝恩赐甲竞选袂改变。加利文是安尼解说这节，伊讲恩赐甲竞选啦，照语言来迄个原文来理解，意思是竞选的恩赐。所以保罗认定上帝旨意坚定不移，过去捌有这个意思，要竞选因做伊特别的国民。对迄时了后，上帝就绝对袂毁坏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近代学者虽然对加利文这款的诠释有一寡意见，总是认为事实上是保罗伫遮所要表达的，就是上帝的信息。伊若甲咱立约，伊过去甲亚伯拉罕立约。伊嘛有可能伫每一个时代甲人立约，当上帝甲人立约了，伊就袂后悔，伊就袂后悔，这就代表上帝的信息。罗马书11章30节到3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。
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，恁才得到怜悯，同款。因为恁有得到怜悯，因现在无顺服上帝，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。哦，这种话吼，可能咱读起来感觉真怪啦，吼，真奇怪。保罗其实是使用一种对比，或是交换来的这种文学手法，来讲这项代志，讲上帝无后悔。因为不管外邦人或是犹太人，上帝拢伫因无顺服的时阵哦，来怜悯因，对无？咱也安尼读就知影，不管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。上帝拢伫因无顺服的时阵来怜悯因，所以保罗相信，这唔信的犹太人，就会亲像遐过去无顺服的外邦基督徒，到尾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。罗马书11章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，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。Christomo 这位初代的基督教教父安尼解说，保罗伫遮特别彰显的其实是人迄种无顺服的本性。约翰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，伊讲虽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拢受关伫无顺服的家牢内底，总是拢会伫上帝的怜悯内底得到自由。所以近代学者嘛认为32节拄拄好是规段的结论。这规段是对倒开始，对第9章开始。对第9章到11章的一个结论。曾仕汉这位新约的学者，近代新约学者，伊安尼描述，伊讲保罗伫遮所讲上主无后悔，可能是圣经内底上强烈来描述上帝不变心意的内容。总是，请问上帝敢会改变伊的心意？请问，我要问大家，你感觉上帝敢会改变伊的心意？有嘛有可能哦。你安知是安怎？咱捌读过约拿书，约拿书先知约拿就伫迄个树骹上帝抗议啊！啊，上帝，你毋是讲？你要来毁灭尼尼微城？尼尼微城，毋是你讲过？你讲你要毁灭啊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要留因的性命？那安尼听起来，改成上帝会改变伊的心意，但毋是咧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就是一个神学的问题。人伫无共款的时代、无共款的文化处境内底，咱拢有可能亲像约拿共款，上帝抗议啊！上帝你是安怎？或是亲像以利亚对上帝失望，伊伫迄个树骹求死啊！祈祷讲上帝啊，你着互我死死的，准拄煞。不管咱是抗议或是失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爱知影一项代志，咱拢爱伫敬畏上帝内底来明白这个奥秘。敬畏上帝不只是理解、了解，用知识、理性去了解上帝的作为。敬畏上帝是更较爱伫迄个无法度了解。无法度了解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又愿意倚靠伊，这就是上帝的奥秘。
因为敬畏伊，就会互咱无只有停留伫财物，会当知影，搁较深来知影上帝的怜悯甲伊的疼，透过安尼来活出咱的信用。所以保罗要对咱讲，对，上帝对人的拣选甲疼，毋捌后悔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相是，所以伊相信，上帝搁较无可能将以色列排除伫伊的恩典以外。所以刷落去，保罗就吟唱一条恩典的歌，来学到上帝。学者认为，这条学乐的歌，咱爱知影，咱伫圣经内底读到真侪学乐的歌，亲像腓立比书第2章迄个基督学乐基督的歌。真侪学者是认为，迄应该是初代教会时阵所吟的歌。总是这段，较毋是哦，这段保罗伫遮吟唱这条歌，有可能比较较是伊家己所写。伊用写这条歌来做整段规段的结论。罗马书11章3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丰盛智慧财物，偌年啊深沉啊！伊的判断恶的推测，伊的道路恶的找着。保罗唱讲。上帝丰富的阳光，以自主的怜悯，要好款待所有一切求救伊的人。所以入捌伊，总是入捌伊那深，搁较无法度知影伊的决定甲伊的路是遮尼深沉。的亲像克兰菲德是安尼描述，伊讲上帝的道路，虽然有时阵咱的时，亲像是恶闭甲黑暗，甚至有当时咱会感觉咱拄到的是冰冰冷冷，总是迄个尽头是上帝顺遂甲坚决的怜悯。罗马书11章34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？这差不多逐字出对以赛亚书40章13节，罗马书11章35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什么人捌先予伊什么？伊就报答因。这却出对约笔记的41章11节，咱爱知影这个诗，其实这种诗人所吟的歌啦。这个诗所问的问题，答案拢是无人，无人会当知影上帝的心意，替伊出主意。伊嘛无亲像人需要行人什么货，只有人才会欠人，对无？总是上帝无需要行人什么啊？罗马书11章3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万物拢出自伊，我靠伊，归伫伊，愿伊得到荣光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就是这段的上话。主后第2世纪的斯多亚哲学家。罗马皇帝马克·奥里略，我安尼讲，可能咱唔知影伊是啥物人。咱若捌看过电影叫做《Gloria》神鬼战士，伊就是其中迄个罗马皇帝，互伊的囝抬，然后篡位的迄个王啦。咱若捌看过《Gloria》这出电影就知影，这个。马克·奥吕瑞其实是一个斯多亚的哲学家，嘛是当时罗马帝国上出名的皇帝上尾一个。伊死了，就无人迄个罗马帝国就慢慢的下面来沉。伊是安尼写，伊讲
这是斯多亚哲学家的看法。伊讲宇宙啊，万物甲我和谐，甲你和谐，伫你拄拄好的，无一个对我伤早也是伤晚。大自然啊，你的贵节所带来一切，拢是互我的果实。万物拢对你来，我靠你来生出来，搁归伫你。当时哲学家所学到的宇宙，其实就是大自然，伊目睭所看到的大自然。总是保罗伫遮是完全无共款，伊吟唱的是上帝，才是万物的主宰，伊创造、维持甲治理一切。愿阳光直到永远，伊的奥秘就是伊全人良善、灵敏甲信息，伫伊的恩典中完全无后悔。杨腓力这位基督教的作家，近代基督教作家，伊安尼写：伊讲人分做两种，伊讲毋是义人甲罪人，毋是。是两种无共款的罪人，一种是承认家己有罪的人，一种是承认家己无罪，毋愿承认家己有罪的罪人。约翰福音第8章就描写这项代志，伫圣殿的迄个院内底，主耶稣伫遐咧教示人。总是法利赛人甲文士将一个行奸淫中了后，互人斩掉的妇人人，绑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。咱来知影，照当时的风俗，行奸淫，互人抓着，这个妇人人的顶半身应该是无穿。用安尼来成做伊见效的记号。这个妇人人是用双手抱胸坎的姿势，伊就倒伫众人惊吓，倒伫众人甲耶稣的面头前。咱来知影，照摩西的律法，犯奸淫爱互人用石头拍死。总是这毋是一个人的问题，咱来知影，若行奸淫，意思就是两个人。那安尼，请问另外迄个人伫倒？另外迄个查甫伫倒？那照摩西的律法，其实查甫人嘛共款爱负起责任。总是约翰表明，即群人的目的，即群人其实想要陷害耶稣。就是照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6节所讲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讲是要试探耶稣，通找空芳甲伊过。是安怎会当过？即群人是安怎会当过？因为摩西的托拉，摩西的律法讲应该用石头拍死，总是罗马政府其实当时禁止这样代志，所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到底是要顺服罗马，还是要顺服托拉？特别迄时阵，因是伫圣殿内底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主耶稣的回应就真特别。耶稣做一项真特别的代志。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6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举落去，用指头啊。伫涂骹写字，举落去，然后呢，用指头啊伫涂骹写字。咱来知影，这是福音书内底唯一讲到主耶稣写字的所在。伊选择写伫刷涂骹。咱来知影涂骹是安怎？涂骹是任何人行过一阵风，也是一阵雨过，迄个。亲像无去安尼，对无？写字是安尼。
然后美国早期真出名的导演叫做德米勒，伫伊当时所拍的一出电影叫做《耶稣的生平》，内底是安尼，迄电影是安尼做吼。伊讲嘛做到即段啦吼。然后讲耶稣伫迄个山顶头写无共款的罪，所以一开始写奸淫、害人、骄傲、贪婪、欲望。然后主耶稣每写一个罪，就几来的人行开，哦，真趣味啊吼！迄个美国的迄个电影吼，早期的电影真趣味啊吼。总是这真明显就是药的啦，这用药的。药讲耶稣写字到底是咧写啥？所以诸多人拢咧讨论讲耶稣写字是咧写啥？因为经文咧对咱讲，当时耶稣只有点，伊就写字尔。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叫做希尼是安尼讲，伊讲主耶稣其实是咧做时间的记号。我认为这甲意大利的近代神学家叫做阿甘本，伊所讲的弥赛亚时间其实真类似。阿甘本伊讲，照罗马书第5章14节一直刷落来所讲的，通过亚当罪入世界，总是通过弥赛亚稳定甲充满人的内底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遮个真侪人咧喊话的中间，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就徛起来对因讲：恁中间无侪人先摕石头甲伊钉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开喙，直接就讲述其中的一种人，这种人叫做愿意承认家己有罪人。然后伊个举落去，继续写字。所以主耶稣咧写字的过程，有可能伊嘛无写啥物货，伊只是咧听候人弥赛亚的时间到，伊咧听候这个控告的人，一个醒来，知影家己的罪来离开，然后听候这个围伫边仔讲要钉死这个负责人的人醒来，当因知影的时阵。这就是因的弥赛亚的时间到，稳定的时间来。上尾只有剩这位负责人，主要说是安尼问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10节到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负责人因伫倒位，无人甲你定罪是无？伊因讲先生无。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对这个听候想讲，互人要用石头钉死真惊吓的负责人，发出绝对宽容稳定的话。因为约翰福音书第8章11节尾段，主耶稣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讲：我嘛无甲你定罪，你回去以后。唔通搁犯罪，这就是这个负责人弥赛亚的时间到。上帝心意以及伊所留的时间，拄拄好，伊是要催逼咱来悔改，透过伊这个稳定的门，互咱行入去。伊为着要疼咱，要叫醒咱有罪的意识，目的是要互咱得到逃亡。然后人逃亡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亲像这个互人当场长着
的负人人。互人当场长着的负人人有一个心态，伊无法度阁为着家己来辩解，讲我无做，对吧？伊无法度，伊嘛无喙通讲我无做。互人当场长着，就亲像咱，当咱愿意坦白家己的毋对，坦白家己的罪行，就亲像一个认清家己是啥物病的人。无，咱也未认清楚家己是啥物得到啥物病，咱无法度得到医治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这样代志。咱爱承认、清楚知影咱得到啥物病，若无咱无法度得到医治。就亲像食酒的人，除非承认家己的罪，我就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，若无法度医好。对遐个真高道险、真高好定的人、好人的人，需要有人继续伫涂骹写字，听候因来悔改。所以需要有人持续听候，持续伫遐，甚至就亲像这个导演所写的讲，你爱知影你的罪行的真相。随上主耶稣已经先做这个示范，伊伫这个山顶头写字，用行动咧对咱讲，伊咧等待咱悔改。当咱悔改，伊要听咱。除非通过伊这个弥赛亚的时间稳定，才会找到咱。愿咱每一个人弥赛亚的时间已经来，那安尼伊的稳定一定会伫咱的生命中留落痕迹。做伙来祈祷，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影阮即群有罪的人。有时阵，阮承认；有时阵，当阮无去互长着的时阵，阮就毋愿承认。阮离开你远远，求上帝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遍弥赛亚的时间来的时，你等待阮回头反悔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通过你来得到稳定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